我控制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全家福地会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的，咱甲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我表奖金上侪35000块，你提转去啦，拜托哈。咱这边咱个介绍落去哈，这两队超恐怖的，今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阮这边啦，阮这边叫做普龙宫啦。哎呦，阿个弟弟哦，阮就是普龙宫。我的好朋友，够烂呢，烂甲呢啊！我一届啊，我一届。普龙宫我的好朋友，普龙宫团队来咯！今仔日去倒位，来去全家有智慧，有耶！介好编导啦，编导嘿，啊，内面的工作人员导演也制作啦，拢甲带来啊啦，要来摕奖金啊啦，是不是队长？是，这斗阵10几档的老朋友啊，老朋友，介，自我介绍。我是迄新德关系红的，我是客人，客人。好趣味，好趣味，台语讲了袂歹咧，哦，伊无迄个国语的，迄个华语的腔啦。好，欢迎强的来，无正常的来。我是桃园的小春，我即马台语退步足侪的。哎，毋过咱厝外景大部分拢讲华语，因哈你讲着台语，除非是迄落受迄落访问的，吼，伊是爱讲迄落台语，咱才会讲台语。所以讲你以前真敖讲，我以前感觉我家己就敖讲的，是，系啊，结果我看全家有智慧，我感觉我足惨。嘿，欢迎哦，好来，搁刷入去，4台1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怡，我是高雄人，毋过我的台语嘛是来台北了，搁退步足侪。好，一定爱学。台语退步，但是体重有进步。安尼嘛是强啊，对啊，安尼就好啊啦，是啦，好，欢迎你哦，好，刷入到我好朋友阿兰啦。我是来自新北市5股的兰兰。我搁知影讲伊也讲迄落啊台语，因为阮以前录影的时阵拢会同齐讲台语，是，啊，毋过大部分拢是华语较侪，啊，毋过你哪会去参加因？你哪会不要选朋友啊？你稍微，我是讲，你哪会通啊去因普龙宫？我拢足想要去的。对，对啊，咱搁继续普龙宫落去啊。是啊，你讲快乐，我安尼看过，敢无快乐？今仔日阮2队要来车拼，结果咱派5个人，甲派4个尔，看咱袂。为什么？我嘛无看到迄第5个，哎呀，真奇怪啊！好，来去介绍落去。欢迎阮这队今仔日想什么的队长阿翔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想什么？我今仔想啥？我想要跳舞喽！安尼真水啊，就是这样，安尼就安尼就好啊啦。是。队员吼，嘛要自我介绍一下。一定来啦。无看到伊嘛？无。介绍一下。哎，大家好，恁是拢看袂到我的，我是滨州来菲啊。好，来先介绍后一个好无？来，我是阿丹，来自台南的台语小天才。好，几位啦，好，欢迎阿丹哦，我来看二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四维4尾，人讲大波人40岁就要活龄，我4尾活龄。唔是讲查甫人敢若剩一支嘴，那会是当时是活龄啊？这当时改我是较唔知影啦。是。好，欢迎哦。好，来个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华来阿达啦，好，真活泼的好朋友啦，哈。好，今摆来介绍咱的台语讲老师。是啊，咱的老师等足久啊，真歹势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，学台语当着时会讲会听，互你百变摇。好，百变摇。
开始。大家来斗具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具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具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具。你一句我一句哦。啊，要安怎斗咧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我来出题目，啊吼，拢总有3题，分数较悬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哦，5000块啦！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阮男朋友安怎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嘛惊？哦，惊干嘛惊哦？阮男朋友安怎是3个哦，竟然爱先问阿母哦，真正是惊干嘛惊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。恭喜得到5000块了！不是手赢就5000块啦，而且欢喜笑诶。回答。先回答的啦。阮男朋友要求婚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嘛惊？哦，要求婚啦！来，老师，你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第二个想，来，阮男朋友买汽车，哦，对不对？对。竟然先问因老母，哎呀，是惊袂啊，惊干啦惊。是买汽车啦，老师对唔对 OK。哦，请坐哦，来这边。阮男朋友要买厝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嘛惊？哦，买厝哦，老师你对唔对？对，对啦，买厝啦。袂使个买啊，袂使个买啊，来，你袂使个买嘛？买物件阮男朋友要分手，竟然爱先问因老母，真正是惊干啦惊。哦，买分手啦，老师你对唔对？对。哦，来，阮男朋友要出国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啦惊。哦，要出国啦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愈来愈好哦，来，阮男朋友要找头路，竟然在你哦，要找头路，找头路，嘿，要找。男朋友找头路，既然爱问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嘛惊？是找头路，老师对唔对？找头路会使。哎，来。阮男朋友要食啥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嘛惊？要食啥？竟然搁爱问阿母啦，老师要食啥对唔对？哦，这有影哎。哦，来，阮男朋友换头路，竟然爱先问因阿母，竟然是惊干啦惊。换头路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哦，真好。阮男朋友买衬衫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那惊。哎呦，买穿啥啦？对，老师对唔对？这真好。好，来，再来继续哦。阮男朋友要开钱，既然都爱先问阿母，哎，真正是惊干啊惊。哎呦，要开钱啦，嘛爱问阿母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嘿，来，阮男朋友几点困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那惊呢？几点困还问因母呢？几点困？老师对唔对？这有影是惊干嘛惊？哎，想阿妈。阮男朋友洗身躯，竟然爱先问因阿母，因为较早细汉拢是阿母咧帮伊洗嘛，习惯问，所以真正是惊干啦惊。哦，洗身躯啦，嘛爱问阿母啦，老师你对唔对？对。这真正有影惊干惊，来，阮男朋友要过暝，竟然爱先问阿母，真正是惊干啦惊。哦，要过暝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哦，来，阿母好累哦，阿母真的，阿母快就做嘞，进来。换这， 5、4、3、2、1。那有这种算比主持人较紧
紧呢，你赶紧生活了，你这紧呢？好，不要紧，咱第一尔嘛吼，因为啊答的愈来愈少哦，吼，咱分数先好因，哎，好不好？来，普龙宫第6分哦。咱来听老师讲，够有虾米会吼？来，老师，好来，今仔这两队哇，台语一刀斩吼，若讲因接袂了吼，可见咱的囝干仔囝有够济啦吼。囝干仔囝这个干嘴安尼甲合起，啊，这就是咱妈宝，爱嘛有其他无共的讲法，比如讲克母族的，克老母的啦吼，也是讲阿母笑的，嘛会当讲吼。啊，其他已经工作济吼，比如讲。练啥？练迄足简单的代志，食中昼爱问阿母啦，要出去洗牙齿啊，爱问阿母啦，吼，啊要交七啊，爱问阿母啦，啊要出去耍嘛，爱问阿母，啊这都拢有影是安那，惊干嘛惊？继续哦，今日开始哦。好，来手刚刚两个点名听我讲，请手台咱台当起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安怎的时拄到什么真害？哦，安怎的时拄到什么真害哦？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想什么来？区便所的时拄到停水，真害！哎呦，区便所停水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臭毛毛安尼。好，来，咱区便所啊。啊，赛咧滚的时，拄到踏车真害。哎呦，赛咧滚啦，踏车啦，哎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无啥卫生，唔过对。我来拢有画面哦，来。赶时间的时阵拄着红灯真害。哦，赶时间红灯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袂歹哦。好来，巴肚枵的时拄着排队真害。哦，巴肚枵拄着排队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拢正好哦，来。骑机车的时阵拄着无油，真害。哦，骑机车啦，拄着无油啦，老师安对唔对？真正。哦，来。买唱歌的时拄着烧声真害。哦，买唱歌拄着烧声啦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对。来，买问路的时阵，买问路，拄着下狗，真害。哎呀，买问路拄着下狗啦，老师安对唔对？赞，我是感觉拄着臭鱼人较害啊。来。出去耍的时，拄着破病，真害。哦，出去耍。啊，拄着破病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大家拢无爱。来你讲啊。买煮饭的时阵拄着无米，真害啊！这真正有真害，买煮饭啦，无米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赞哦。来，够想。买过年的时拄着无钱真害。哦，买过年无钱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赞哦。来，下回，恁拄着什么？我是骑机车，讲过啊。我开车咧，是三。开车啦，你买穿衫拄着无洗，真害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买穿衫的时拄着无洗，应该是讲拄着迄衫拢无洗啦。嘿，哦，啊，所以较无遐完整咧。哦，真歹势哦。饮水的时，比如讲，啥，什么三字的嘛，哈，做工课时，做工课时，啊，拄着啥饮水啦，饮水哈，真嗨，啊是迄个坐电梯的时阵，哇，去拄着地动咧，这嘛足恐怖的哈。开山路的时阵拄着啥？崩山啦，崩山不一样。好，这以上给大家参考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拢真牛啊！伊讲有一句，有一个家己的经验无讲到。哦，什么经验？伊讲要放屎时拄着无纸。有影。这就真正阮是上就嗨啊！卖币，拜托。我是用内裤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点名，来哦。上个咱请出题，我上怀念过年的时阵，逐工领红包。哦，过年啦，领红包啦，哇，那有遮好诶。怀念细汉的时阵，逐工过佚佗。
哦，细汉啦，过佚佗啦。我上怀念出国的时阵，是逐工啉烧酒。出国啉烧酒啦，爽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这阵乌龙讲台语真正袂歹，到底倒一边会赢咧？上位咱车出题，请问，我上怀念安怎的时阵，逐工安怎？哦，怀念安怎的时阵，逐工安怎三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好来，不能讲。你。我上怀念读册的时阵，逐工真欢喜。哦，读册真欢喜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来，读册真欢喜哦。哦，我读册讲过后，袂使搁读册哦。我上怀念少年的时阵，逐工谈恋爱。哦，少年谈恋爱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赞哦。明白。哦，来，少年谈恋爱哦。刚刚是什么？我上怀念恋爱的时阵，逐工真幸福。哦，恋爱真幸福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来。你讲。我上怀念细汉的时阵，逐工过佚佗。哦，细汉啦，过佚佗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赞。来。我上怀念过年的时阵，逐工领红包。哦，过年啦，领红包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哇，那有遮好诶。来，我上怀念热人的时阵，逐工唱冷气。哦，热人的时阵啦，哦，逐工吹冷气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好来。我上怀念中秋的时阵，逐工食月饼。哦，中秋啦，吃月饼啦，老师对唔对？袂歹哦。来，我上怀念寒人的时阵，逐工食火锅。寒人的时阵啦，寒人的时阵哦，逐工食火锅啦，吼，哦，也有一个腔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哦，好来，你讲逐工，寒人，逐工咧啉烧酒啊。我上怀念出国的时阵，是逐工啉烧酒。出国啉烧酒啦，爽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哦。好来。我上怀念上班的时阵，逐工困过头。较正经诶。因为即摆拢无都困过头啊，较早拢会困过头。足怀念的，对啊，因为少年嘛，少年呐哈，上班的时阵，上班困过头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上班的时阵困过头，嘿啦，因为即马上班无固定啊，系啊。好，来这边，我上怀念外景的时阵，逐工有饭食。外景拄有讲无？无。外景有饭食，老师。有饭食这三字，你就算无外景，冇通食啊。嘿啊。逐工伊食免钱哦，啊！要紧啊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咱互因一分啦。这迄个较歹讲啦吼，我上怀念囡仔的时阵，哦，逐工洗牙齿，我上怀念做兵的时阵，逐工拢无代志，吼，我上怀念大学的时阵，为查甫就爱拍七啊，我上怀念囡仔的时阵，逐工拢安那无烦恼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大家拢足怀念的吼，不过怀念嘛是爱看一个分数啊，来看咱普通讲，普通即摆得了2分啊。咱上这边咧，毛1分啊。如果这5000块一定爱去的嘛，对不？要去倒人？5000块送互咱的耗子林芒酒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哦。来，咱的第2回合，手答定高机。手答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高机。大家望看麦。哦，要望啥货咧？哎呀，望一寡恁会惊赢的物件。来，咱目睭看头前哦。来，加油哦！台语望看卖，请望较温柔的哦。出去，啊，摕出来讲讲感觉哦。后壁。哦，杀掉！什么物件？知影紧吃。啊，你想买？什么？来。什么物件？大杯啊。
跋杯，系啊，跋杯，哦杯，杯，哎杯，好来，老师是不是杯？恭喜！来分数，恭喜得了1分哦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你是。的跋杯是迄个动作啦，是迄个动作。啊杯就是啊，这个杯就是咱的交杯嘛，吼。啊，咱光若咧问神的时阵有无？对对对。问神的时阵吼，啊会安那跋杯请示神明，看安尼是对啊毋对，还是会使还是袂使。啊，咱即摆看到这是用茶做的，茶做的茶做的，啊嘛有用塑胶做的，是，诶，两种拢有。好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咱今日换人。是第2位哦。是，你会惊啥？惊鸟鼠，鸟鼠哦。哦，哎，鸟鼠。哎呦，哎呦，未来会走，哎呦，走。啊，四妹啊，你咧？我惊今仔无摕到奖金出来。哦，实在。准备好啊！好好，台语望看麦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懵嘞。好，温柔哦，温柔哦。听啊。哎，你莫往外笑头前啊。来感觉。各位啊，啊，头前，你来帮我教文哦。知影就今日试哦。我哪有讲袂你莫用过，莫用过。我为什么拢卖袂着？哎，哎呦，莫用过，莫用过。有感觉。感应一下莫。用过。捌用过哦，你绝对捌用过啦。耳机的耳，帮我买拍几个。吼。讲袂耳啊叭，耳喇叭，耳喇叭，你讲什么？耳喇叭，耳喇叭。我袂晓讲，几个字？几个字啊？伊会使讲是4个字啦。哦，无线，无线，耳机，哦，袂歹哦。袂歹哦，无线耳机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无线耳机对唔对？好，互你对。这就是蓝牙耳机啦，哈，蓝牙耳机啊，我感觉伊因为伊无线嘛，哈，啊，拄只伊这个答案我感觉真有创意，这种较新的物件啦，较新的物件较有讨论的空间，哈，所以无线耳机互你对，哈，啊，咱嘛会当直接翻讲蓝牙耳机，这咱用迄个牙，因为这种较新的物件用文音、文头音较适当，啊，那迄个牙有无？咱是讲迄豆牙，咱会讲。牙，所以才用蓝牙耳机，蓝牙耳机，不要紧，咱那边搁加油哦，加油！好，搁加油哦，好，今日来换人。是直接甲大家讲一下吼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介意阮阿达啦吼，嘿，阿达啦举手，来，阮家己迄落啊吼，介绍一下，即嘛吼无切啦。无切啦，吼，无切啦，啊，若有介意的吼，通下甲阮联络一下吼。啊，我即马想讲来甲问一下吼，春呢，你有？这春呢嘛无男朋友。对，真侪年啊，嘛真侪年啊。安尼啦，不要紧。等下咱若是请蒙的时阵，手扛啊，蒙较久的，嘿，蒙较久的，不要紧，咱蒙偌久，咱就拢互你蒙偌久，安尼看会有电无？哦，有电咱就会发光啊啦。哦，太好。我来问一下，阿达啦。你会惊啥货？惊妖。够老实的，是啊，老实的。正常每一个人反应就是安尼啊，我会惊妖啊。是，啊，春呢你惊啥？惊动物，是。啊，你介意的查甫囡仔是什么种？单纯呐，单纯。阿达啦有单纯无？哇！嘿，啊，搁有咧。高趁钱，阿达啦有高趁钱哇！高间厝。你无紧啦，有5间厝，有5间厝。哦，有5间厝的，应该不要紧啦吼。安尼会使。好啊，你问一下阿达啦。阿达，介意介啥？介意啥？你介意倒一款的查某囡仔？查某囡仔是查某囡仔就会使。迄边是不是查某囡仔？有生查某囡仔无？哇！大家讲，对，希望哦，等下哦，两位哦，手落去的时阵，咱较温柔的吼，他看偌久，咱就看偌久，吼，来目睭看头前哦。好，咱台语望看麦，请望。看你去，看到安，对，看到安，哦，安，你有甲阮弄害哦？无，好来，春呢啥货？碟茶客，查客好，后壁袂使讲，收大声连我就听到啊。来，啥货来？碟餐 A。碟餐 A，餐 A，好来，老师是咪碟餐 A？
第三个恭喜。好，来，这就是咱的竹蜻蜓，哈，咱来安尼算对不对？好，爱就飞悬悬，哈。飞悬悬。有人讲得产 A， 有的人的 Q 是得产 E， 产 E， 都会算。好，恭喜哦！加油！好，来今日换人。是，毛秋威，你会惊啥？我惊输，惊输哦。我无介意输的感觉。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哦。来，台语望看麦，请开始。哎呦，轻轻啊，轻轻啊，忙着什么？忙着什么？冷冷呢？啊，冷冷哟。冷哦。有温度，有温度呀，小小淡薄淡淡。有淡淡。哎呦，有毛好啊啦。下卡。英语呀。摸袂出来你拢会介意哦。啊，唔免摸啊，唔免摸，顶悬一地，顶悬一地。摸这个就对啊，摸这个就对啊。啊？会知影就记得吃哦。吧？伤久啊，敢有海？大地丢丢丢，知影就记得吃，记得吃。哦，甲你讲伊会失水哦。好，来阿丹。飞盘。好，来老师是不是飞盘？安尼就歹势咯。来，好小威有机会。应该是唱盘。唱盘。唱盘。老师唱盘对唔对？唱盘差一点啊！哎呦！嘿，来机会来啊！等你。古代唱法嘛叫乌椒唱盘。乌啥？乌椒唱盘。你用一字啊一字去想，浇水的浇，台语叫做啥？浇水。我教一个失败。乌加唱盘。好，乌加唱盘，老师对唔对？两字尔。对啊。吸盘。确定？我嘛唔知别人，我听到我较有声。伊是客家哩。啊，这是客人啦。哦，安尼我哦。是客人嘛，我嘛唔知什么伊唔是台南人啦。吸盘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吸盘？吸盘就对啊。这物件就是咱的黑椒唱片嘛，吼。啊，咱其实咱台湾人咧讲物件的时阵，咱袂安尼足少直接翻啦。哦，啊，因为咱啊，这个放歌曲嘛，吼，啊圆嘛，所以呢讲吸盘两字安尼，吸盘就好啊。不要紧，好，咱等下来开始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两位哦，拢足厉害。咱这题目太简单啦。太简单。是啊，不过哦，简单看起来嘛是会有危险性啦。哦，这会挂掉啊？蛮恐怖。挂掉，对，挂掉。知影摸着就紧的吃。系啊，反正无定着你就紧啊哦。好，对伊较温柔的哦。好，讲这什么感觉哈？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。有线呢？几条线？尤克里里。哦，伊这答是三个字，甲数字有关系。四弦琴。哦，啊，你试看卖啊！你用这答试看卖啊！头看讲老师，四弦。哦，好，来老师。阿翔甲孝子伫要变面咯，什么人会当讲出正确的答案呢？台语望看麦，请开始。有线呢？线。有线。什么？你吃啊！来，讲。四条。像你先讲。啊，袂晓讲。袂晓讲。外国来的教官啊，惊啥？我想看卖，我教官嘛。教厉害。哎，咱先对迄个头一字乌克兰开始讲。乌克兰咩啦讲了袂晓讲。O K， 你嘞，哦，袂使哦，袂歹哦。O K， 袂歹哦。是。我问老师看下，无定就对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 O K 只有创意，唔唔对。一人两摆。所以讲爱有创意无？我看卖。哦，来你讲。我。好，来你讲。尤克里里。尤克里里，嘛真好听哦。好，老师是不是尤克里里？嘛拢做创意歌咯。
哎，两个拢真好听。来，来，摕一个，我这摕出来完整了没？我摕一个，伊这答案是3个字。3个字，甲数字有关系。哦，伊生气啊！你举手无？来，上个，好呢哦。嘿，啊无甲合作四线琴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要用线这字吗？嘿，四弦琴。哦，四弦也是要头看一阮老师啊，四弦琴。啊是哦。我想讲，你试看嘛，你用这答试看嘛啊。当落伤久哦，当落伤久哦，因为演足久的，嘿，当落伤久哦。演足久啊，演足久啊，四弦。四弦。哦，好，来老师，是咪四弦？四弦琴。琴，对。好，来分数。就可以哦，破蛋啊，开车第2局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啦，感谢多啦。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来，因为这乌克丽丽哈，这嘛是较新的乐器啦哈。啊，迄个因为伊有4条弦，所以咱就真简单，就叫伊四弦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总算啦，开车啦，开车啦！好，来，咱先请回，阮来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来，来，先看阮普隆宫这边。普隆宫即马得到4分哦。啊那上的咧，开车得到1分嘛，袂歹。咱这回合1万块的奖金放在倒位？放在咱普隆宫这边。那他去都万5咧。万5。免怎？伊唔是讲要分5000给我，我赢诶。我无讲赢啊。伊无差多，无跟你差。唔通演去，我来讲，阮后一个回合是变盘上好的。 2万哦，2万的哦。好，今日跟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。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即马大家拢活泼起来啊！哈，这个回合哦，上紧的就是啦，冰盘。冰盘啦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咱即马奖金偌济？即马这边的奖金是15000块。15000块。嘿，啊来咱这边咧，啊，搁是0。一个爱心啦吼。啊来咱这个回合的奖金偌济？2万块啊，人客啊！这边若摕到，咱就3万5啊！吼，啊，咱这边若摕到，这边无，咱就2万啊！倒赢5000。是，吼，不要紧，有迄个精神，继续个拼就对啊！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哦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起始的时阵爱拜床母，啊是为着要祈求什么咧 ？A. 翁仔某的感情和諧。 B 囡仔健康熬大汉 ，C 赶紧生后生。好，来，你60秒时间，请开始。来，今日讨论哦。7月初是拜床母啦，吼。是床母。对，来，拢是爸爸啦。是翁仔某的代志，也是囡仔的代志，也是赶紧生后生啦。哎，讲来，好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。来，请徛转来，请徛转来。请是答案。7类。 来，C 哦，哎呦，都不要。这边3个 B， 2个 A， 吼，来这边是4个 B， 1个 C， 吼，来我来问一个，你做过爸爸呢？嘿，是不是有听过？无呢，拄好这题无太安尼啊。拜床母呢？是应该知。哦，伊知影。啊，你方个你结婚啊？我结婚，我两个。你2个啊？啊，你知影拜床母这代？其实我是认为是 B， 啊，不过策略性的爱按 A， 你讲的。哦。但是我刚刚 C 嘛爱吃，结果伊 B 就甲吃了。哦，不要紧，还有一个妈妈，咱这位妈妈。 床母就是顾囡仔啊，所以一定是爱健康大。哦，有咧摆款哦。一定爱甲互囡仔吼健康大汉。是。吼，啊那咱这边来爸爸，哎，来问一下，你会要生后生哦？应该是安尼，因为我拄则阮讨论一下吼，啊讨论时间伤短，啊无讲无好，啥物人要饲白虎啊，啊我无规矩我来饲好。叫做白虎饲啦，白虎饲啊，白虎饲，应该是含囡仔有关系啦，应该毋是 B 就是 C 的感觉。咱来看者。
就敢若 B 甲 A 嘛，啊就 B 甲 C 嘛。是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三条命留着，来，嘿，替我试一个失败。来，4条命留着，试一个失败，先休困一个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咱台湾的民间认为啥？蠶母是囡仔的守护神啦，吼。是。所以对这囡仔出世到伊满16岁当大人，吼，蠶母拢会甲保护。所以囡仔若出世，迄个3天就爱拜啥？拜蠶母，吼，啊，咱来禀告这蠶母讲，哎，阮厝哦，该一个红鞋啊哦，哎，好好甲阮照顾，吼。啊，这囡仔若破病啦，身体各样啦，吼，也是迄个咱的农历的7月初7，就是咱的七夕，吼，七夕，也是一寡节日吼，拢会拜啥？拜蠶母，吼，啊，祈求蠶母安那保庇这个囡仔会当健康好食啊，食好，啊，困好，啊，健康到大汉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对。好掉，好掉。哦，起码这爸爸拢知影啦。3比4，对，来3比4啊！好，来，麻烦替我试一个，后一题咱继续哦。来，第2题来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伫咧山顶会看到一种西宫洋啊花，你敢知是什么花咧 ？A. 满山红 ，B. 斑竹花 ，C. 台湾百合。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西宫洋啊花。哦，西宫洋啊花哦，你去看你型哦。哈，是。洋啊花是是满山红。满山红。斑竹花。哦，伊叫木棉花。对，啊是台湾百合。台湾百合。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时间到。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哦，来，你看这边，是。哦，佫共款。你是因为有8，哦，绝对。好，来，咱遮 A、B、C、A， 哎呦，哦，来，我问一下，是安那有8嘞？咱台湾有一个乐团叫做迄个百合花，啊，大概来咧自我介绍，拢讲啊，大概阮是西宫洋啊花。哦。西宫洋啊花，有用我都有，好笑的。客人啦，会使原谅伊讲华语无紧。歹势。好笑的，无，我甲你当做食古水啊。是西宫洋啊花。哦，这边是敢若有足肯定的哦。啊，那咱这边我来问一下吼，咱那个达咧，大概知影伊迄形体，迄个形体有成啊，有成迄羊啊，安尼，嘿啊，所以我选啊。哦，你选 A 就对了。哦，对啊，你 B， 哦，你看起来嘛是真成嘞。你嘛是安尼啊？阮是完全拢看袂出来是对一题，所以我是用配票系统来选这个答案。无唔对。电脑配票 A、B。就敢若阿丹啦，阿丹甲因共款是 C 的啦，是阿丹你捌看过嘛？我是以迄个形体来摇，所以迄当时 A 加 C 两个咧选，有咧选择，啊，我就选 C。哦，好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拢先休困者死留着啊！阿姊，先看一下咱队长的表情，啥物叫做可倒？无啦，啊，咱还未开始，未开始咧，即摆佫有一个，还未开始啊！你拄只吼，若甲我播，你话我让一个，因就赢，伊就无播。对啦，我让一个，伊就赢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这满山红是咱的杜鹃花啦，吼，因为咱来伊开花时，规个山坪拢啊红，所以叫满山红吼。啊，斑枝花，斑枝花是咱的这个木棉花吼，是高雄市的这市花啦，吼。啊，台湾百合，吼，台湾百合因为伊的花型亲像啥？亲像咱的西宫有无？西宫来做饭的时阵啊，手安尼摇的迄个羊啊，嘿，所以大家叫做这西宫羊，也是西宫羊啊花。啊，这种花是咱台湾才有哦，台湾特有种，吼，为伫这海边啊啦，吼，啊到3000公尺悬的悬山拢会当看到这种台湾百合。嘿，所以咱这条就是
答案是台湾碧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咱个对啊，台湾碧合叫做西宫仔花对啊，哦。还有斑枝花，是，真听。对，你以后看到你就知影哪念嘛。对。好，来，这3条命，一条命你甲拼落去哦。加油！来哦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布袋戏是台湾的传统戏剧，你敢知影布袋戏这个名是为倒位来的 ？A. 戏羊仔的衫是用布袋做的。B. 戏羊仔吼拢是甲收伫咧大卡布袋仔内底。C. 上早的戏羊仔是布袋遐做出来。咱来问一下，春呢，你嘛是感觉是 A 较合理啦。 A 较合理，用布袋做。用布袋做的。较早戏红啊，应该毋是布袋做的吧？应该拢是布咧做尔，为什么人甲布袋咧？用布去做就好啊。是啊，应该是足侪，古早时阵足侪所在拢是用地名来的。无，啊，就剩一个选择的，就一个人一条命啦。是，正确的答案是布袋戏是咱的国宝，这个名是对倒位来的咧？哦，我唔捌想过呢。对啊，无好念呢，用布袋做的，吼，也是放伫布袋内底，也是伫咧布袋遐做的。布袋家己布袋遐做的啦。哦，原来个4、3、2、1。好来，时间到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这有困难。哦，你来看，咱袂歹，有3条命，通甲迄风险分开啊，无唔对，即嘛 A、B、C， 吼，啊，咱这边是一个 C 尔，咱来问一下，春呢，你嘛是感觉是 A， 你家己感觉，恁分感呢觉 A 较合理啦。 A 较合理，用布袋用布袋做的，布袋做。哦，啊，咱嘛是 C， 啊，咱是放伫迄落伫布袋遐做的。就是上无合理，就可能就答案。哎呦，袂歹，啊，输伊。42嘛是，阮是分散风险。是无唔对。袂歹。因为拢一直伫布袋，因为布袋戏羊啊嘛。对，来，等下。伊这我感觉伊这吼，较早戏红啊，应该毋是布袋做的吧？应该拢是布咧做尔，为什么人家布袋咧？用布去做就好啊。是啊，用布做就好啊。啊，然后应该是足侪，古早时阵足侪所在拢是用地名来的。无对。啊，就剩一个选择，就一个人一条命啦。是。来，咱来看一下 A、B、C 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好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因哦，钓了比金钟奖都要恐怖啊！好来，麻烦 A 甲 C 咱试一个失败，失败，B 败你答，来啊，等下咱嘛爱失败安尼，好，不要紧，赢伫这边，来，咱先听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布袋戏想爱用布袋这2字，这是因为咱早期的这个布袋戏吼，有古济人物吼，伊就会当搭一个这个小小的戏台，啊，四界去演出，啊，伊会甲啥，甲迄布红啊啦，吼，甲伊的道具拢放在这个桶啊内底，布袋大卡布袋内底，对，所以咱真自然就甲啥，就甲这叫做布袋红啊，是因为甲戏红啊底伫大卡布袋内底。是，哦，落尾了变一个铁桶啊。因为惊伊的气海。买啊，了，这样迄种金属的大卡。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来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阿姊，这题吼，因为我大学的时阵有读过布袋戏研究。上以早的布袋戏，伊是用一个，伊个剧场吼，差不多遮大尔，啊，迄个人爱套迄个家己头壳顶，啊，头前就是一个戏台啊，啊用布勒咧，伊看会到外口，啊用2扇红啊伫伊面头前人尔。哦。所以迄个戏台，敢若伊的头壳遮大尔。安尼哦。敢若咱的电视机啊。嘿，伊或者掌中戏嘛，是为咱中国大陆迄边传过来。是。哦。不过咱即马咱台湾的布袋戏嘛，遮厉害的。哦，三笑三有够水的。无唔对。来看一下分数。哎呦。来看咱普通哥这边。伊够有1分啦。那咱上的咧，自头坚持到尾，爱心呐！你不要紧，要开始啊！好，来4万块的嘛，对，4万个冰棒。好，来
咱这回合的奖金2万块，哎，互咱的普龙哥。哎，连奖金都差几了？哎，即嘛有35000块啦。 35000块哦！好，继续啊，拼落去，看当摕到登去无？好，今日的俗语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哎呦，全家抢奖金哦！奖金我知35000块啦，恭喜啊！哦，几秒？咱即嘛有35秒。是，安尼敢有够？应该无够，因为一开始回答就扣秒数啊。对对。 1秒1000嘛，所以加偌济？佮加30秒，65秒好多。哎，注意哦，内面哦，真侪拢是咱台语的正字，我拄好有看到哦。啊，若试完就紧日换一个。会使互相讲的吼。紧日来报啊！排一排，就好啊，来一排。第一、第三，无人会当倒换哦，来，咱请开始。 有食哥，有料，健康来，去食先，什么喙？红的喙，健康来，把骨搞塞了，高，来，健康来，鸡赛落土嘛有压着水吗？长水压着梅。我们是什么团队？普老哥。恭喜有够厉害的哈！来，第一个是有食，搁有掠，啊，意思的有通食，搁有通摕，哈。第二个是去食身，皇帝喙，哈。迄个去食的身躯，毋过呐，佮上尾有皇帝享受，所以是表示讲这个人啊呐，真爱民主啦，哈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哈。第三，万牛搞塞石，哈，来形容种扁大人搞烂头啦。什么叫搞烂头？就是要计做代志无？ 借口做侪，就是借口很多哈。好，来第四个，鸡屎落土也有3寸烟，你看鸡屎哦，啊落落涂骹嘛称3寸烟开呢，啊何况是咱人嘞？所以呐，咱人做人爱有志气，哈，意思是安尼哈。第5个，也着锤，也着梅，爱锤啊甲管教，啊嘛爱安那有梅来。 甲迄个奖励，哦，意思就是咱教囝，父母咧教囝的时阵，想法爱分明以上。哦，这些老师，哎，拢真有道理咧，吼，其实恁袂歹，对，豆豆啊来，安尼就对啊，来看一下啊，奖金怎偌济？因即马有37秒无扣到因的35000块，所以拢摕着咯。恭喜！好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 上悬的啦，一定爱有信心，有信心就一定会摕到奖金的啦。对啊，是，无唔对，啊，咱这边对着啊，这边就唔通演去，因为阮拄啊开始，未开始，后回才开始。我知影已经结束啊，但是我嘛是爱真正甲鼓励一下，因为今仔日赢阮哦，无简单。原来赢到足艰苦的呢。比赛嘛，3寸的。哎，我甲你讲啦，免惊啦，因为阮有 app 啦，有 app，转去好啊，咱搁练完，咱搁来比赛就好啊。对吧？app 拢有。是35000就互恁摕到转去啊。好回来。唔通演去哦，好，爱有信心哦。加油！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啊，感谢咱辛苦林淑琪林老师。